讲到今仔日4月17呢，是咱台湾的言论自由日，是因为1989年4月17民主前辈郑南榕自焚，为了捍卫100%的言论自由，国史馆甲郑南榕基金会，甲这郑南榕伫咧1986年，互人关伫咧台北看守所的时阵，伫内面所写的日记，在今仔日改出版做郑南榕狱中日记。这基金会呢，也甲保存36年郑南榕的文件、相片等等，计共有1069项，捐予国史馆。一页一页记录伫家国内底日常生活，阁有关心台湾民主的心情。郑南榕伫1986年6月，互人关入台北看守所的第4天开始写日记，内底有写伊伫家国内底看过册名画的人，阁有伊对迄当阵台湾国际情势的观察。国史馆表示，希望透过甲郑南榕基金会出版的这本《郑南榕狱中日记》，互台湾人了解郑南榕，熟悉这段1980年代民主运动辛苦的过程。看到的毋是干那迄8个月的日记，你看到的是一个80年代民主运动的一个摄影，一个缩影安尼。所以我想这个狱中日记后壁还有真侪档案的附录，嘛看得出来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安怎来看这代志。国史馆表示，透过日记，阁有政府的档案，甲迄当阵郑南榕发行的自由时代杂志，这3方的记录，毋但会当互这段历史更较立体、更较深入。郑南榕基金会也伫郑南榕殉道的第36周年这天，甲文件、相片计共1069项捐予国史馆。是把史料捐赠出来这件事，是把这一个更完整的让公众以及台湾人民来使用。郑南榕的家人以及基金会努力了保存这些资料36年，我想该是时候到下一个阶段，所以即便是心痛般的舍不得。基金会表示，思想需要透过无共形式，才通继续传落去。希望这寡史料日记通透过学者的解说研究，让这段历史更较有系统性保存。国史馆也强调，郑南榕争取言论自由这份精神，毋但是台湾民主社会重要的共同资产，也打开台湾对民主自由的想象，是台湾自由化真重要的一部分。未来国史馆也会赶紧整理编辑史料，开放予各界应用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